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好，今仔日咱是邀请到一位里民来跟咱做伙开讲吼。这位里民呢，伊自称是生龟吼，生龟是我伫即个台湾妈妈的活动内底熟悉的，有一档迄个中部的密林的妈妈过年有做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吼，就是嘛是因的里民中心就对啊，来办即个围炉，我就驶车2点钟落去。哇塞，遐所有的家长、所有的迄个妈妈吼，因的手艺拢足好，啥物物件拢做会出来。我会记得讲，迄个时阵是知影讲，看即个西瓜是有同齐熟悉的朋友刷来就伫即个面册顶面有加朋友，过来有几届阮伫咧万城办活动，伊拢嘛有来。几摆伫咧即个网络顶悬来开讲，感觉是即个政治的理念较活的一个朋友，所以有伫心内底甲伊偷偷的有安尼画一个爱心，比解赞安尼。对，安尼咱刷来就来请这个西瓜来自我小介一下。万城的里民大家好，我叫做的西瓜。啥那叫做西瓜？因为花莲出西瓜嘛，我就花莲人啊。我是住伫个 Southport， 我拢讲 Southport 南港。甲台北南港小港安尼，我已经住喺遮迄个20年啊。哇，是前辈。你伫英国拢咧创啥？我自搬过来是因为我甲阮翁是伫台北熟识的，了后结婚了后生囡仔。阮已经要准备要生囡仔的时阵，一定有想讲囡仔若生了后，就要搬转来英国住。因为阮翁伊伫咧台湾吼教英文，伊感觉台湾的囡仔介可怜，拢无啥物童年，无啥物囡仔时安尼，功课很重啦，功课伤济，搁竞争有无吼？所以就是伫咧2004年的时阵，囡仔生了后就搬过来啊。对，开始的介侪年拢是以囡仔为主啦。你即马囡仔嘛？对啊，囡仔已经介大汉啊。上大汉。对啊。所以即马就是囡仔较大汉了后，就较有家己的时间啊啦。我真爱看你的面册，拢会讲你当时会跟朋友做伙去欧洲佚佗，安尼感觉嘛真好。对啊，因为恁的囡仔拢较细汉嘛，对无？所以恁就袂通安尼。而且佫有就是讲，除了是囡仔的年岁，佫有看你放会开无？有的人伊放袂开。对啊，这嘛最重要。有当时啊，咱的烦恼，像我拄开始的时阵，我嘛是会烦恼讲我若无伫个，阮翁一个人顾2个囡仔，伊敢会晓，敢顾会好，安尼有无？结果发现其实无要紧，只是伊做代志的水准甲你方法无共，对，方法无共，你甲水准嘛是无共啊。像咱拢爱较清气安尼，爱就对较凊彩啊。其实食饭清气食嘛是食饭，垃圾食嘛是食饭啊。囡仔会大汉，对，垃圾食垃圾囡仔会大汉就好。一开始的时阵，可能爱迄个心态啊吼，爱调节安尼。对啊。好，安尼你拄则讲着，你讲你住伫即个英国的南港吼，嘿对。你敢有法度甲咱小可小解即个庄仔是安怎的庄仔？其实即个南港啊吼，伊是伫咧是海边啊嘛，靠海的吼，就伫咧 Preston 甲 Liverpool 的中央安尼。其实即个
镇啦，抑个毋是一个城市，是一个镇。嘿对，其实伊诶历史嘛是不了久了，敢若为1792年就开始啊，讲是一个有钱人叫做 William Sutton 伊开始诶，因为敢若是一开始是起一个饭店，做饭店敢若较有钱，后来伊就去阮即马人讲吼上有名一条街仔路叫做 Law Street，就开始伫 Law Street 起厝，起较大间诶厝。迄当阵仔起诶厝就是拢啥物要安怎讲，到维多利亚 Victorian 诶建筑安尼。后来才开始。毋过一开始敢若毋是叫做 Southport 呢，是敢若到1887年才改名。改名听讲是因为即个有钱人 William Sutton 伊后来佫开一间 hotel 吼，叫做 Southport Hotel， 可能就是即间 hotel 介侪人来，因为是一个海边仔诶城市嘛，就有一寡住诶毋是海边仔诶，附近诶西北遮诶人来，拢会来遮海边仔佚佗，有人来遮佚佗了后，才1887年才改叫做 Southport。遮诶地吼较平，较无像讲有所在会悬会低有无？你著会安尼，像讲行路无方便啊，你著爱是我住是，你著爱爬坡啦，无著啥物嘿，可能骑脚踏车嘛无方便有无？你若要拄着要骑起哩。骑袂起哩迄种诶，Southport袂足平，所以伊海边仔嘛是足平。对，我会记得我进前去迄附近诶海边仔，就是你爱为海水走出去，走差不多100公尺了后迄海水还袂到你诶小腿。对，就是因为遮地足平诶嘛，就是海水退去诶时阵啊，你著拢看无海，海水要起来诶时阵，就是海敢若浅浅啊安尼尔。对，所以你海边仔迄沙嘛是有囡仔会去耍啦，像讲热天，嘛是有囡仔会去遐耍。毋过甲别个海边仔诶所在较无共，就是你较少诶机会会看着海水，真正。大姐，我是听毋对嘛？伫遐海边仔较少看着海水。对啊，较少看着海水，因为就平啊，因为足平，足远诶，真正足远诶。你要爱有法度会当收水，你爱至少走200-300公尺。无，佫收水无办法，佫爱毋知几公里出去才会当收水。我真正无伫咧阮即边诶海边仔看人伫收水，毋捌看过啊。可能伊爱骑奥多麦去才有法度。可能是爱安尼哦。而且若是海中诶时阵啊，海水入来诶时阵嘛是足浅诶尔啦。听讲就是爱伫咧迄种迄啥物，有无？毋是讲几年就有一摆啥物 Super Moon 迄种诶有无？诶时阵，毋是讲你月圆诶时阵，才会海水才会中。才会起来嘛，对无？我想要补充，伊上头先你讲到即个南港伊历史诶所在。好。你讲到即个镇是1792年左右开始诶嘛，对毋对？迄个时阵，你讲迄个威廉绅士伊来遮起一个饭店。对。其实伊迄个时阵伊来遮起饭店，进前这是一个拍远诶所在，就是遮无啥物。就是一个足小诶庄啊，迄个时阵伊咧起即个饭店诶时阵，伊共庄仔头诶人拢起笑讲伊是一个阿达玛空里头个歹去。对，但是后来因为伊起即个饭店坎即条街啊 ，Law Street， 即个所在开始变较繁华，就变做一个镇啊。但是伊即个概念其实毋是去互雷公卡着才想着诶是。其实是有一个风调，就是迄当时诶医生有讲泡海水会当治疗病痛，所以当时诶好野人拢会去 Spa Town， 就是去有温泉诶所在去遐泡水。对，因为伊开诶饭店敢若就是有迄种会泡海水诶，对无？对。对。
啊，伊当时会选即个所在，是因为附近呢有运河会经过。啊，伊个足先进的呢，伊个安排接流的车班，就是接驳车去甲人客接。哇，嘿，走去运河遐为运河遐接人客来去伊的饭店，算讲是有头脑的。对啊对啊。啊，拄则讲着即个北浦乌港，伊含即个南港的发展是有一寡关系，因为南港的发展含即个工业革命含 Victorian 时代拄好是同一个时期，啊嘛是大概是迄个时期工人开始有休假，啊开始出现即个度假的概念，所以会开始利用运河也是坐火车去一寡海边仔的庄仔佚佗，比如讲南港啦、乌港啦、Blackpool。也是讲东海岸的 Scarborough 看起来拢是因遮的庄仔拢是看起来会有 Victorian 时代的风格，因为拢是差不多迄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啊，佫有 Southport 有一个较有名的，就是因为伊的 Southport Pier 是全国第2长的。Pier 我毋知影台湾人是知影即个概念无？我其实毋知影伊是要创啥，但是伊就是一个长长的，为你的海岸凸出来一支长长的，一个互你会当行路的。啊，伫上尾啊遐，伫海中可能会有一间厝，安尼内底可能有餐厅，也是有踅街的所在安尼。啊，阮这 Southport Pier 吼，其实真正是足长的啦。啊，以前就是有。长甲伤长啊，有的人吼可能平段行甲遐尔远去甲上尾啊，对无？啊，都有迄落小火车啊。哈？对，你就会使坐过，坐过甲尾，啊，佫会使坐转来安尼，因为伊足长的啊。啊，佫来伫咧 Southport 吼，嘛是热天的时阵，就是有 Southport Flower Show。花展。对，佫有顶礼拜才办的 Southport Air Show，飞机啊飞来飞去迄种的啦。佫来10月，就是有一个 British Musical Firework Championship。放烟火，啊，佫有音乐烟火迄种灯光秀迄种的。啊，佫有一个吼 ，Southport 嘛是有一个不哩啊有名的高尔夫球场。对。嘿，伊是 Royal Birkdale Golf Club， 伊嘛办过较侪国际性的高球的比赛安尼。我遮想要补充一个，我查到就是拿破仑伫个法国风流风的时阵，有来英国住过。啊，有来 Southport。对，伊就是住伫 Law Street Southport 的 Law Street。有人讲，伊转去法国做法国皇帝时阵，伊统治的期间，甲巴黎市中心的街道改做是较 Lord Street 的感觉，就是型安尼较开阔的领印大道，嘿。啊，伊是参考阮南港的 Law Street。对。哎哟喂啊，安尼就真公认呢吼。因为我有去用迄 Google Map 去甲看嘛 ，Google Map 毋是会当去看迄个实景的图嘛。我感觉真正有型呢，只是 Law Street 遐看起来无遮大啦，巴黎遐算是放大版的安尼。啊，我佫有查到一个是，大概敢知影 Transpennine Trail？ 毋知呢，这是啥？伊就是英国北边遮出名的爬山的路线，啊，伊是 coast to coast， 就是为西边的海岸行到东边的海岸，啊，南港就是西边这边海岸的起点，就是为遮开始，嘿。对，啊，佫有查到一个足好耍的，伊有一个博物馆叫做 The British Longmorner Museum。迄啥？就是 Longmorner 啊，就是迄个叫烧草机哦。嫌迄烧烤机拢会当做一个 museum。啊，我敢若知影，真正有即个所在。啥物去拢会当做一个 museum。我敢若知影有即个所在哦，真正嘿。介好笑，讲互大家笑一下。好啊，煞来呢，因为你是来遮请用囡仔嘛，啊。你一个囡仔已经伫大学啊，另外一个嘛得要上大学啊，你应该是算伫我熟悉的海外阿母内底算是经验上济啊，因为我身躯边较接做伙佚佗的朋友，因的囡仔
上济拢伫国校啊尔，所以我就想要先线问讲你伫海外车用囡仔啊，佮有婚姻一寡经验的分享啊，比如讲前一阵啊有一寡海外的阿母台湾妈妈伫咧网络顶悬互相攻击啊，头前我会记得你讲着讲你之前有咧经营 blog， 就是迄个 blog 的时代，你有咧经营 blog 啊，迄个时阵嘛真侪台湾的阿母咧海外的妈妈咧经营遮个 blog 啊，迄个时阵你的 blog 都主要咧拢分享啥物货？迄当阵啊，还无面册嘛吼，啊，所以就一开始就伫咧 blog，一开始是拢是分享阮我伫英国的生活啊，囡仔啊，主要是要互台湾的亲戚朋友看，因为迄当阵啊，阮2年才转去一摆，所以就是写 blog， 主要就是互台湾的亲戚朋友看讲阮伫咧遮的生活安尼。迄当阵啊，阮伫咧 blog 顶悬熟悉的台湾人拢住喺海外，无讲一定是干那伫咧英国嘛，有人住澳洲啊，嘛有人住美国啊。迄当阵啊，真正熟悉介济伫 blog 顶悬熟悉足济，拢是台湾人住喺海外。啊，逐个人都会分享啊，因的生活是安那，阮的生活是安那，安尼互相交流啊。啊，你咧逐个相处的气氛安那？敢有发生过冤家的状况？我感觉无像嘿啊，无像因迄种安尼，因为我感觉因迄敢若有一寡利益冲突无？因为钱的因为阮以前伫写 blog，大部分拢是敢若伫咧分享尔，啊无啥物，无广告，无啥物有嘿啊，嘛无啥物有为着钱的代志。对，较复杂。对啊，因遐赫尼济，迄要安怎讲？因讲是网红啊，迄种的啊吼。因大部分拢是有伫做团购啊。对无？因就是经营因的这面册社团了后，因就是想要卖啥物物件啊，趁钱啊。对啊。我较无咧看遐个 blog， 但是我会记得是之前有一个台湾妈咪伫英国的社团，有一阵仔嘛是诚侪讨论，就是大概 po 文拢有足侪人咧回，但是有几届啊，就是讨论议题的时阵讨论甲冤家，都有是因为因的想法无共，意见也是讲政治的立场无共。我会记得有一届是咧吵，可能是吵同性恋相关的议题，会场有一两届就是吵甲有大量的人退出迄个社团，后来即个社团就变甲就安静的啊。对啊，我家己嘛是有经历过一个，就是伫网络顶悬看所有的人拢袂爽的一段时间。我感觉主要是讲伊伫海外生活辛苦，搁找袂着家己的所在，就常常会想讲若准讲我当时毕业转去台湾食头路会安那？我感觉嘛是当时我拄开始接触一寡议题，就会开始干天干地干命运干社会。你迄当阵，你看啥物人看人讲话袂爽的时阵，你就直接甲伊呛声落去吗？还是讲？对啊，对啊，系啊，就是你会甲遮怨气啊，就是出伫遮网络顶悬的，还是讲身躯边有啥物人看伊袂爽，来甲呛。所以我会当理解讲因是安那会安尼冤家因为我感觉足侪人一开始来到有海外，拢会感觉足兴奋的，就是足痛的，啥物物件拢足趣味的，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所在、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是过一阵仔就开了后咧，尤其是冬天，就是遮个爱落雨，搁寒，日头搁足早就落山。定定讲遮朋友熟悉开始要熟但是伊就要离开吼。
过来是家己工课的即个发展有限啦，就是可能比如讲英文无够好啦，还是讲对遮个文化无法度把握到真好，所以几冬落来就开始会自我怀疑啊，家己的自尊啊、自信、家己的价值啊、堪认同，拢感觉讲特别放弃啊。有的人伫即个时阵会选择讲去发展伊的兴趣，有的人可能就选择讲去靠打压别人来互家己的心来较好过。毋过我感觉迄种的人啊，应该嘛是时间伤济啊。对，我我觉得就是讲，迄个时间，迄个过程，你是时间真正足济哦。对，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大家平常时会当去先去学去第一家己的情绪，你开始有安尼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阵，就先甲网络关起来。另外呢，就是互家己较无用的，比如讲，你去参加 meetup 去熟悉新的朋友，也是讲含厝内的人开讲，去运动，也是去看连续剧嘛好啊，就是互家己较无用的。对。无就是听咱麦声，对，看咱做伙干天干地干庙文干社会，干社会。像我吼，我若是因为咱即马伫咧面册顶悬嘛，已经介久啊嘛，常常嘛是会看是有人的想法甲你是完全无共的。有的人佫较爱踮咧顶悬po文，要甲别人讲伊的想法。毋过有当时你看伊的想法，你就感觉讲，这看袂落。毋过你就无时间去拍字去甲伊讲讲你安尼毋对啦，应该安那遮安那。上直接的办法就是安那，就是你互甲伊unfollow就好啊。对。真的。我就是安尼啊，若是有诶面册顶悬熟悉不哩久啊。毋过有当时我感觉因的想法，我感觉安尼毋对呢。你也定定去看一下，安尼你嘛会100岁安尼起来啊。安尼对家己的身体嘛无好嘛，干脆就莫看伊的就好啊。对啊，安尼较清静啊。有的朋友就会发现呢，伊就会发现着，你拢无来看我，安尼我就无爱看你安尼。随便啦。对啊。其实我感觉他们人面对面的交流是较有法度交流想法啦。网络顶悬，其实大概有当阵会读你的意思读无对去，也是讲对，因为你用写的，用写的甲面对面来讲的，真正是差较济。有当时对，有当时真正是会误会。对啊。你感觉讲海外咧车用囡仔含无共国的人结婚有啥物好的，还是讲辛苦的所在？其实较无共吧，像讲你也是，你即马像恁两个拢毋是台湾的翁嘛，对无？你一定有感觉讲，你若是嫁台湾的翁，应该是真无共。咱台湾人嘛是佫有一个讲，敢若较保守，像阮翁伊就会感觉讲，其实我是一个大人，我啥物代志应该拢会使处理，伊就互你较独立有无？你若想要做啥，你就去做啥。对啊，较自由啦，我感觉。我有发现讲，若是有诶，若是因翁若是台湾人，较会甲伊限制，讲你袂使做啥，你袂使做啥。我感觉这就看人诶，因为其实我进前一个男朋友，伊诶看法比我即摆诶阮翁搁较开放，所以伊诶不管是真正不管你今仔日用啊，无可能无转来困嘛，不要紧诶，即款不管。安尼，即种有台湾人真少呢。我感觉其实爱看啦，我嘛有过伫遮翁婿是英国人，但是管真济啦。嘿啊。我感觉较自由较好啦，无啊，嘛是爱尊重啊，就是。对，爱尊重对。我感觉互相尊重较重要对。因为对较重要，因为大家对自由的定义拢无共。像讲，系啊，有的人可能就是爱互管。嘿对，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是有人是爱互管的。你无甲我管，伊会感觉怪怪。
你就是无爱我。你若无问我，还袂等转来诶。系啊，我毋过我袂咧想，其实我若甲阮朋友出去啊吼，真正阮翁拢无敲电话我，伊若是有敲电话我吼，就是免问我一个代志，讲我即摆要找啥啊？迄一坑伫咧倒安尼。我定定有着这呢，我拢会生气呢。有当时伊家己收诶嘛会问我呢。对。啊，你敢袂感觉讲遮无后头厝通去啊？看翁婿冤家，也是讲囡仔破病时阵，无人会当斗相共，还是无所在通秘？其实吼，我拄过安尼诶情形是较少啦，因为真正讲甲阮翁冤家诶，真正无，真正足少啦。对啊，因为我一搬来遮就交一寡朋友，所以遮朋友拢虽然遮朋友拢是因为囡仔才熟识诶嘛，啊，毋过遮朋友拢是你嘛得要20年啊，逐个人拢介好。对啊，我家己感觉有较辛苦诶所在是，就是拄则讲诶啦，就是比如讲囡仔破病啊，无人会通照顾安尼，因为因阿母阮大家啦，伊住伫阮遮赛车3点钟诶所在，所以嘛是讲嘛毋是即种凊彩会当等互伊诶，对啊。有诶时阵我会感觉讲我家己毋是遮诶人，啊，但是转去了台湾，佫感觉讲家己已经毋是完全诶100%诶台湾人诶感觉。但是我感觉我生囡仔生了有改善，就是我会感觉讲有囡仔伫诶所在，我就会感觉迄是你诶厝。对，我就感觉有安全感诶。我会感觉讲即个囡仔是我一世人诶朋友，至少伫12岁以前是啦，就是袂伫遐应喙应舌时阵。其实我感觉吼，你像讲你因为咱住伫国外嘛，所以你佫带囡仔，有当时真正嘛是爱找时间，互你家己做家己诶代志。对，我是足好运诶啦，因为我有家己诶工课，所以我会当甲囡仔送去幼稚园啊。囡仔一去幼稚园，拢是我家己诶时间啊。我毋知影恁会感觉安怎，就是讲，若是互你选吼，你若想要休困诶时阵，你会选家己一个人去休困，还是要甲恁翁出去休困？家己一个人。我嘛是会感觉我是要家己一个人诶。对，拜托你莫回来。安尼敢表示讲咱无够爱咱诶翁哈？我感觉毋是安尼啊，你人本来有当时就是爱甲家己相处，啊无是甲家己诶朋友算做伙较会快乐。对，而且我是我甲阮翁是24点钟拢做伙，因为咱两个拢是就是拢厝伫厝里办公诶，所以咱上班也伫做伙啊，困也做伙。真正一工24点钟，一礼拜7天，一冬52个礼拜拢连做伙，真正会起笑诶。我听着就想要吐诶感觉。对啊。真正爱找一个人诶时间啦，对啊。对啊。所以我感觉有真侪海外来遮诶人，比如讲真侪是对伊诶牵手来遮生活诶人，而且生囝了后就出歹有家己诶时间。佫伫台湾诶食头路诶经验较学你伫遮无一定会互人看中。佫加上讲你生了囝，足侪人伫咧囡仔3岁进前无法度转去上班，因为英国诶幼稚园3岁以后才有开始开始有一部分免费。像我即马一个月是要落1100磅互迄个幼稚园嘛。若是你领hourly rate 诶人，就是领时薪诶人，你一个月薪水就无剩偌济啊。对啊，所以无办法安尼哈。对啊，所以有看足侪阿母伊伫经过这3冬了后，伊这3冬足辛苦，因为伊24点钟咧牵即个囡仔做伙，对啊。3冬了后，伊要转去食头路，就开始足辛苦，因为你有3冬诶 gap， 你足歹找头路诶。对啊。我感觉，因为我就是
两个差一档嘛，因两个去上课了。我真是真正有家己的时间，是等到我细汉去读 recession 差不多4岁。毋过我感觉嘛是，真是想要回去的做困难啊，因为你挂你的什么 maternity leave，就差不多要6、7档无做工课，真是要回去真正有真较困难。对啊，所以我感觉就是你的对象，你的另外一半就是爱做包容啊嘛，爱做会当尊重，会当做理解，为虾米你才是找头路遮困难安尼。毋过即款的做歹拄着。所以大家咧拣翁就爱细字啊。对啊，真正。嘛是大家嘛是拢爱想办法去活出家己的人生啊。对啊，因为嘛是有听介济嫁是讲英国，咱讲英国就好，嫁过来，有的人嘛拢无介好啊，就是嫁过来了后才发现讲，无好安尼。对，我想要讲到一本我看过的小说吼，伊的名叫做《小岛》，伊是一个第2代 Jamaican 的移民写的故事，伊写的是一个 Jamaican 的军人，因为因第2次世界大战进前 ，Jamaica 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因迄当阵拢会去 Jamaica 掠人来做兵啊。即个人是做甲官，伊是做军官。大战了后呢，因就变做英国人嘛。伊就甲伊的因某接来英国。结果伊就是咧写讲一个殖民地对即个祖国有一寡就好的想象，但是伊来到英国发现讲因住的厝佫破，佫贵，佫歹，内底有鸟鼠，佫你要放药拢也无便所，爱放伫迄个热的地沟，敢是热沟尿壶内底才摕去外过长工才摕去外口拼，就是讲迄个生活其实无大家想象的迄款迄个虚华、迄个繁华、迄个感觉。就是即个帝国无大家外口看起来，无大家想讲安尼遐尼好，较请赢对，即个帝国无大家看的，才请赢对。其实有足侪足落差的所在。迄本册我感觉真趣味啊，是推荐大家有时间，伊足长的，但是大家有时间会当去看一下，伊个小岛。上后壁呢，最后一题就是伫面册有一个叫做 Proper Manchester 的。袂重要，讲有一半以上的英国人退休了后会想要搬到去其他的国家，你有一款想法无？会想讲要去住天气较好的所在啦。对。对吼，恁伫法国有厝嘛？对毋对？对啊。恁会想要搬去遐住无？毋过嘛袂想要。规年透冬拢住喺遐咧，我感觉好处就是遮嘛有厝，遐嘛有厝，可能热天来住遮。对。寒天去住遐呢。对，袂歹哦。有当时可能会使转去台湾一个安尼。对。会使安尼自由，真正就足完美啊，对无？对，我有熟悉一个台湾的 couple， 因就是翁仔某生理做甲袂歹，所以因就是半冬伫英国，半冬伫台湾安尼。对啊，安尼是介好。毋过我感觉踮咧台湾住半冬，我感觉我嘛无办法呢。半冬我会使诶，半冬感觉真心爽。系啊，真理想。是因为你厝内人无伫身躯边，是因为？因为阮爸爸妈妈拢无伫个啊。好。过来你遐朋友大部分的人拢伫咧食头路，对无？敢若你规工拢无代志做，人拢我知拜一甲拜五拢伫上班啊。你嘛无，你若逐工拢出去耍，逐工拢出去食，你就爱开介济钱。我是会想讲退休会当转去台湾，像我之前讲的迄个台湾的翁仔某，就是半冬伫台湾，半冬伫英国伫台湾迄半冬，我想讲会当去斗相共做一寡吹哨台语的一寡事工。
哦，对，所以你若想呢找一件代志通做，安尼就袂，你就袂感觉无聊，你就袂感觉时间伤长啊，对。嘿，我之前是逐工拢去迄个高雄的电影博物馆，逐工拢去遐看电影。哦，那叫爽啊！对啊，嘿，是旧年倒去的时阵，我嘛是倒去1个月的时阵，我讲我够想要倒去英国的。啊，毋过等到我开始去阮姐姐因迄金花斗3工的时阵，我有感觉拄啊久了，我就无想要倒来英国啊咧。哦对啊，真正就是诶。爱有代志做，真诶。对，真正，准讲你若拢无代志做，逐工敢若观光客安尼行来行去啊，食物件啊，安尼其实你会感觉足无聊诶。好啦，安尼今仔日差不多啊，真感谢即个时龟来到咱的现场来甲阮开讲啊，真欢喜。嘿，啊，煞来咱就先到这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再会。再会。像新起的土地，稻啊青芳过一池，青菜水果青。